后来继续来看台中市社会局要求员工袂当伫上班日连休5天以上来引起着反弹。大多数的员工拢认为安尼实在是无合理。社会局是讲，并无限制员工请几天的假，但是一定要事先找好代理人，业务嘛要做好交接。那这个彰化县的电中镇公所是打算为5月开始，要甲中昼的休困时间缩短半点钟，然后提前到下晡的4点半来下班。不能连续休5天呀，有这一回事吗？对，可能业务量可以负荷得了，同事可以负荷得了的话，那我相信长官应该是愿意准这个5天的假。台中社会局员工议论纷纷，因为要求员工袂当伫上班日连休5天以上。业务旺季的时候，尽量不要超过5天以上。如果你加上前后2个周末，那就是9天的休假。休假一定要考虑到民众跟顾客的权益。你在淡季的时候可以休比较长的假。要求员工伫业务无用的时，唔通请遮尔侪工，因为社会局业务大部分甲民众有关系。若是无找到代理人员，连休5天以上，对民众有真大影响。但是公务员的出勤规定有城乡的差距。彰化县电中镇公所打算对5月份开始缩短中昼休息的时间，只有休半点钟，唔过会当提早1点钟，下晡4点半就下班。你百姓也无法度一个去适应啊。时间都要配合工作，无咱哪有法度。不错啊，因为我是上班族啊，所以如果我中午可以就是拨空半小时，然后来这边帮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觉得很不错啊。公所讲的调整服务时间是经过长时间观察的结果。在4点半以后，其实我们这个地方不像都会型的，所以在洽公是会比较不多。店长讲，电中镇算是偏乡，来直接公司的人大部分拢伫这中昼时段，所以才会缩短中昼休息的时间服务民众。有员工会当较早下班，但是效果是毋是真正双方拢满意，也阁需要看实施后的反应。